後來繼續來看台北市，昨暝宣布着停班停課了後，真濟民眾把握着時間，佇個外送平台落訂單。因為按照着規定，為昨深夜凡12點開始，外送員就袂當過來送貨。這嘛，互昨暝的大賣場咣咣滾。我這個場面敢是佇校門口要接囡仔的老爸。規陣人佇安全帽仔佇等，敢是咧複習鹹水的蜂仔炮。昨暝大賣場的門口有真濟人，有人斟酌佇聽，有人看手機啊，安那會來攏無要入去。你這是拍什麼？外送。啊，外送單哦。因為攏是外送員趕這個時間點。半暝12點進前，替落單的人客摕着貨送到厝。因為過這個時間點，豐台價開始，外送平台攏關起來，袂當閣落單。那天光都要家己想辦法啦。那我們就買泡麵，平常泡麵最簡單，安全啊，不然風雨的話很危險吧。平常時20秒車頂超過8台外送，我都會過豐台街共一個路口呢。攏無看到外送的機車，是講這位先生那會裝備這全要你送？天氣現在還那麼好啊？但是有單嗎？他平台都關掉了，我這個是私人。哦，私人私下跟你約的。跟那個一些熟悉的。雖然豐台價早起有出日頭愛防拍，要不中晝過後都愛防範防護啊。豐台天安全第一，外送員嘛是袂當冒險，所以講豐台天需要什麼物件都愛量早傳好。